娘娘，您回来了。怎么了，小蘑菇？这么急急忙忙的？这药哪儿来的？药膳房拿回来的。这个药的味道和白巫师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白巫师身上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白巫师。是白巫师让我变成犬妖，害死陶公公的。不对，是犬灵珠。犬灵珠让我变成犬妖的，是那个宫女。那个宫女就是白巫师。小蘑菇，那个宫女身上有那个味道。这段时间你表现得不错。奴婢只是按照娘娘的吩咐，装作中毒发疯。太后跟天目童都没有发觉，他们都以为是太医下毒所致。要不是因为当时我腹中鸟儿闹腾，让太医诊断出我腹中的胎儿有异常，我也不用做出这种把戏。你镇静一点，镇静点。来，先坐下。我本来想翻墙过去的，可是后来我看见一只大鸟。娘娘，这怀胎的感觉我是知道的。您腹中神鸟虽然神力惊人，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孩子，时不时的任性一番也属常态。所以啊，为了让它能更加听您的使唤，偶尔放它出来透透气也好。不然总闷在您肚子里的话，它一调皮，您可就要受罪了。鸟儿，回来吧。娘娘，快喝了这碗药吧。我先喝。娘娘，你可好些了？还是瑶儿贴心，不仅帮我保守秘密，还这么尽心服侍。看来我得好好嘉奖你了。瑶儿只是一个宫女，私自怀孕，触犯了宫中的大忌。若不是娘娘为瑶儿掩饰，瑶儿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瑶儿不求娘娘的嘉奖，只求娘娘能兑现之前的诺言，事成之后送瑶儿出宫，
好让瑶儿能一家团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聚的。嘴巴张开。娘娘，您这是为何？你当我不知道？你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多次与程志远私会，可是你违背诺言在先。娘娘，瑶儿只是去报一个平安，但绝对没有说半句多余的话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就算你不说，也难保你不会泄露行踪，被人给盯上。你知道我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不能留你。娘娘，瑶儿对您还有用处，求娘娘救我。你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处。我怀胎10月，腹中的神鸟已经成型。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就是一团黑气，像大鸟。看来真的有必要去宁妃寝宫走一趟了。师傅，你带我去吧。你还是在房间里好好待着吧，这里多有不方便。师傅，我的鼻子和耳朵都特别灵敏，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。师傅，我想为云儿和陶公公亲手把仇给报了。把它处理掉，我要休息了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？他对你有功，他出去私会也是因为程志远。如此重情，想来以后也不会出卖公主。愚蠢！若不是因为程志远的话，你以为他会听命于我吗？留着他迟早是个祸害。我真搞不懂你们，男人到底有什么好？区区几句甜言蜜语就让你们忘记自己是谁了。哎呀！哎！师傅，我好像闻到一种味道，从那边来。你怎么了？师傅，谁啊？怎么不追了？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什么味道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太后，你怎么了？拿镜子，拿镜子！
太后，您看，您哪儿不都是好好的吗？好多鸟咬我的脸，哎呀，我的脸还在。太后，您是最近操心太多了。最近我的头总是很晕，眼前老有些不干净的东西。要不然，咱请个太医过来看看。老了，真是老了。